各位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所赏赐予咱平安、喜乐，会当时时甲咱相合伫地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来是要互恁有活，更有丰盛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更丰盛。”感谢上帝。上帝所应允所要赏赐予咱基督徒的性命，是丰盛、佮富足的性命。讲下这，咱敢已经拥有这丰盛佮富足基督徒的性命咧？期待当通过咱清楚明白上帝借着圣经启示的真理，会当互咱伫日常生活当中。会当真正活出丰盛富足基督徒的性命。咱们领受上帝话语进前，请咱三个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。当我每一遍来到主上帝你面前来思考你的话语，阮的性命就要来产生变化。就是你的恩典，要通过圣经的话语来祝福阮。恳求主。互阮搁一遍会当清起阮的心肝，我们将你的话语来刻掉伫阮的内心当中，来加做阮日常生活当中的光，阮路上的光。恳求主，你会当帮助阮超找到正确的道路，透过行伫正确的道路面顶，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名。阮来恳求祈祷，拢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捌有一位信仰长辈，伊捌甲我分享伊9年来真深沉信仰的体验。伊是安尼讲：上帝所应允咱每一位基督徒的性命，是丰盛佮富足的性命。若是咱目前伫你的生活中，你还无法度来经历到这个丰盛佮富足基督徒的性命。若是安尼，就有可能你对这份基督教信仰，也有某一部分也有无正确的认捌甲体验。这份基督教信仰，也有是无法度伫你的生命当中来产生任何的果效。这句话也真做我时常、平常我上好家己信仰的反省。咱搁来听一遍。这位信仰长辈伊捌向我分享的这句话：上帝所应允、所要赏赐咱每一位基督徒的性命，是丰盛佮富足的性命。若是你伫目前的性命当中，你也无法度来经历到这个丰盛佮富足新的性命。若是安尼，就是你对这份基督教的信仰也有某一部分。你也无有正确的认捌甲体验，这份基督教信仰，也是无法度伫你的生命当中来产生任何的果效甲帮助。这份宝贵基督教信仰，是需要咱每一位基督徒，咱时时回来到主上帝面前，咱会当甲伊亲近，咱会当甲伊结连。那呢，咱才有可能通过咱不断。咱信仰的反省，咱有不断新的信仰体验，那呢，才会当互咱的灵命来得到更新甲快乐。各位兄弟，你敢有满意你目前基督徒生命的？你敢有比进前更加明白上帝要借着圣经要对你启示的话咧？你敢有渴望要伫教会中？搁较进一步来侍奉伊咧，你敢有搁较欢喜，甲你的厝边、隔壁朋友，三个来分享你个人生命的见证咧？主要所以渴望咱每一位伊所听基督徒的生命是丰盛、搁喜乐、平安的生命。虽然咱目前生活实况，咱也无法度来避免咱犹原会拄着侪试炼。苦难、病痛甲死神，
但是伫这逆境当中，咱犹原会当倚靠着主耶稣基督，以大权能圣手的扶持帮助，会当互咱通过，互咱赢过这一切。主耶稣伊无期待咱的生命是充满忧伤、失望、惊吓、甲痛苦的生命。伊期待咱每一位伊所听的儿女，拢会当活出丰盛基督徒的生命。咱的生命是会当甲主耶稣基督结连，咱拢会当活出有圣神伫咱心上做工的生命。这是主伊所要赏赐咱每一位基督徒，咱每一位相信伊、倚靠伊的基督徒，拢会当享受的一项礼物。期待当通过咱今日所看几位圣经节，要甲各位兄弟咱共同来思考，要活出丰盛新的生命，有三个重要关键的因素。第一，咱要活出丰盛新的生命，咱就要找到生命的源头在伫倒落。生命的源头就是在伫上帝。各位兄弟，当上帝咧创造咱每一位人类的时，就将超出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渴望，来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会当填满咱内心渴望，也只有上帝伊家己之意。无别条的路，嘛无别的方法，有法度来填满咱每一个人咱内心中对丰盛生命的渴望。有侪人因到大，拢也无法度来享受这丰盛的生命。伊的原因在伫倒落？伊的原因在伫咱时常拢伫错误所在咧超找丰盛的生命，咱咧用错误的对象咧求讨丰盛的生命。有侪人想讲，我可会当伫物质的拥有面顶来享受这丰盛的生命，所以因就一直不断咧买物件。伊的物件是已经买甲规厝间，但是伊的内心也是感觉袂满足。伊嘛想讲，我会当伫金钱的追求面顶来得到这丰盛的生命，所以因就真拍拼努力咧趁钱。但是当因趁愈济，因的内心确实愈来愈空虚，愈来愈无平安。各位兄弟，这些人因一直不断咧超找方法，因嘛一直不断咧变换求讨的对象，但是因所找到的，拢是短暂有法度，和因的感觉到快乐而已。这种真短暂的快乐，真紧就过去，并无法度来满足咱空虚的心灵。当咱的内心佫感觉到未满足的时阵，咱佫会去其他的所在。去超找，搁超找，超找，搁超找，一直不断的超找，这种的感觉是真痛苦、无助、甲空虚。无论咱所找到的是啥物，无论咱所掌握的是啥物，无论咱所拥有的是啥物，若是咱找唔到对象甲方法，咱的内心拢永远无法度感受到这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甲咱讲：我来是要互因有活，阁有丰盛。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耶稣基督伊降生来到世间上主要目的，唔单单是要互咱有活命而已。主耶稣基督所要赏赐咱是照着圣经所应允的，是更较丰盛的生命。各位主所听儿女，咱敢已经享受，并且已经生活伫主所应允这丰富、丰盛基督徒生命当中咧。若是要无，期待咱会当谦卑，转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来向上帝来求讨。上帝即时就要赏赐予你这丰盛、佮富足新的生命。第二，咱要活出丰盛新的生命，咱就要甲基督的生命结连做伙。咱今日所看的圣经伫约翰福音第15章第50到第8节，耶稣伊用这段圣经节，
耶稣是真的葡萄树的比喻，来表达伊对咱生命的期待。这段圣经节要甲咱怎法度来活出丰盛新的生命，有真好的教导。主要所讲，伊借着基甲葡萄树的连结，咧甲咱提醒，咱只要甲主耶稣基督伊有结连做伙，咱才法度活出丰盛基督徒的生命。怎样讲？葡萄树的树基，若无甲葡萄树结连做伙，葡萄树的树基家己敢会结出果子嘛？葡萄树的树基并无法度干那靠着家己真努力来吸收日光、甲空气，伊就法度来开出真水的花蕊，甲生出真青翠的叶啊，甲结出侪侪的果子。葡萄树的树基，伊只要真单纯，甲葡萄树结连做伙，安静完全的合一，然后花蕊甲果子就会自然生长起来。各位兄弟，主要说根本就无叫咱家己靠着咱家己的气力，努力活出来结出果子。那亲像主要说基督，伊无叫咱干那靠着咱家己的气力来活出基督徒丰盛的生命。主要说讲，我是葡萄树，各位兄弟，咱毋是葡萄树。咱只是树基而已。有时，咱家己拢时常想要扮演葡萄树的角色，咱家己拢时常真努力的表现，咱想要靠着咱家己的气力，努力来结果子，要尽咱家己所有来努力来做。但是主要所甲咱讲，我是葡萄树，恁只是基而已。树基只要有结连伫葡萄树的顶面。而葡萄树内面咧流的树汁，就会自然流到树基去。当树基有了树汁，树基就自然会结出果子来。所以主要所讲，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啥物。主要说伊家己嘛做咱上好的典范。当主要说伊伫世上咧传道理的这几年当中。主要说，伊嘛毋是靠着家己的气力来做啥物，伊是靠着对上帝遐来气力来做代志。主要说讲，离开爸，我啥物拢无法度做。耶稣伊伫世上所有的智慧、财物甲能力，拢是对天父遐来。捌甲一寡基督徒相甲来分享，因来讲出因生命中的困境。因讲。我毋知影伫我生命当中，我是倒位出了问题。我真失望，我嘛真灰心，因为伫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拄着困境。因为安尼，我无法度来活出基督徒平安喜乐的生命。虽然我是一个已经受洗的基督徒，但是有当时，当我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我会读甲拄久。有当时，我嘛毋知影向上帝来祈祷啥物。有当时，我还无想要去教会，我还无想要去做礼拜，我嘛想无，伫我的生命当中，敢有发生什么款的见证，值得我甲别人来分享。我无意愿要带人来信耶稣，连我家己的家庭，嘛是拢时常拄着困难甲麻烦。当我靠着我家己的气力，我一直咧努力的时阵。我一直拢无法度来改善我目前的状况，我目前所拄着的困境。伊时常伫祈祷当中，伊讲向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我的生命是到底是倒位出了问题？相信这个基督徒因所拄着的困境，有当时嘛是咱可能捌拄过。当咱经历到。咱基督徒生命是困境甲孤单的时阵，咱毋通来失志，咱嘛毋通来灰心，因为咱会当搁一遍谦卑，倒来到主耶稣上帝面前，咱来祈祷，向伊来恳求。接着主耶稣基督，伊搁一遍，咱有甲伊亲密结连，要互咱会当得到重新的气力。
咱只要甲主耶稣基督有亲密的结连，咱就会当安息伫伊的内面。准讲基督是咱的性命，咱就会当对伊遐来吸收咱一切的需要。咱只要信靠伊，踮伫伊的内面来安息，葡萄树的性命就要成做咱的性命。葡萄树的树叶就要流入咱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，来成做咱的性命快乐的源头。咱只是干那爱学习，踮伫咱内心的基督，借着圣神来透放伊家己的性命。第三，咱要活出丰盛新的性命，就爱有圣神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工。咱今日所看第三位的圣经节，路加福音第24章49节，耶稣对伊门徒讲：也我要找我的爸所应允交予恁，总是恁着踮伫这个城，听候对顶面落来权能，亲像衫甲恁穿。耶稣伊要上天之前，对伊的门徒所讲，这对顶面落来权能是啥物？就是伫约翰福音第14章，耶稣要受难之前，耶稣为因的门徒所摕到的保惠师，真理的神，也就是圣神。当时耶稣伊为什么伊家己爱伊的门徒来听候呢？因为耶稣伊真清楚明白，这门徒虽然已经过3年久的时间，逐工拢甲耶稣基督做伙。若是因干那倚靠着家己的气力，因绝对无法度来完成主耶稣基督爱因来完成的使命甲任务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爱因听候圣神伫因每一个人的心上来做工，因才法度来完成主耶稣基督所交托因的这个大使命。这个大使命是啥物？就是爱因到伫地极来传福音，传合万百世知。后来，当主耶稣搁活上天后，伫耶路撒冷城，伫五旬节个时，这门徒因受到圣神大大的充满，就勇敢到伫逐所在来传扬主耶稣基督伊搁活大欢喜福音的消息。所以后来，这11个门徒甲使徒保罗，因用福音来改变整个世界。因毋是靠着因家己的气力、能力咧做，因完全是靠着圣神的大气力咧做。主耶稣基督，伊今日要完要施落对顶面的落来权能，互咱每一个人，会当互咱甲每一个人，拢会当来完成上帝所交托互咱的使命甲任务。各位兄弟，当咱回想咱过去基督徒的生活，咱若是用心来体验，咱就会当发觉。圣神伊时时拢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咧做工。当咱读圣经的时，是圣神伊开咱的目睭，咧感动咱的内心，咧教导咱明白上帝奥妙的真理。当咱咧向上帝祈祷的时，咱毋知影怎样开喙来向上帝祈祷的时，是圣神伊开咱的喙。来向上帝来祈祷。当咱伫遮坐伫遮咧听信息，嘛是圣神开咱的心，会当互咱对领受对天下来属天的信息。当咱对咱的前途无明的时，嘛是圣神咧引带咱的方向，咧引带咱会当到主耶稣遐去，来注目来看耶稣。圣神伊毋干那要伫咱教会侍奉当中来做工，圣神相款慢慢要伫咱每一个兄弟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以及咱的社会所做每一个工课人当中来做工。无论咱是伫厝内，咱是认真咧教导囝儿的爸母，或者是咱伫上班，咱是真认真负责的上班族，也是咱伫学校咧读册的这青少年朋友。也是咱的教会内，咱是认真的侍奉者。上帝拢期待咱会当时时甲伊结连做伙，
并且会当下圣神伫咱的心中来做工。上帝伊无爱咱，干那靠着咱家己个人的气力来做工。当咱靠着咱家己的气力来做事奉时，咱有法度做着咱家己能力有法度的做的事奉。当咱靠着圣神的气力，咱就有法度来完成上帝能力有法度完成的事工。圣神一来是要赏赐咱气力，来完成上帝爱咱完成的使命和任务。各位兄弟，咱是生活伫一个弯巧的世代，有侪侪困难、试炼、挑战、压迫，欢迎伫咱的头前。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嘛时常啊拄着侪侪挫折甲失败，真困难。咱敢若活跳着咱家己的气力，咱就当来活出侪侪丰盛基督徒的生命。各位兄弟，上帝伊咧等待咱每一个人，咱家己跋倒浪甲爬袂起来时，上帝咧等待咱家己承认咱家己的软弱甲欠缺时，上帝咧等待咱活头上帝对上帝讲。上帝啊，无你的帮助佮气力，我做袂到。上帝爱咱每一个人承认，咱敢若我靠着咱家己气力，咱做袂到。上帝伊爱咱逐工下早透早咱爬起来时阵，咱拢知，咱若是无我靠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气力，咱啥物拢无法度做。当咱咧面对咱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搁一个失败事，上帝是伊爱咱晓悟，只有圣神会当来，互咱活出丰盛新的生命。无圣神，咱啥物拢无法度做。咱只有照着圣神的引带来活，互圣神来掌管咱的日常生活，互圣神来掌管咱的生命。互圣神来带入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因为真清楚，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无相款的旨意、计划甲目的，伊要帮助咱，会当行入上帝的正路面顶，爱咱会当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会当帮助咱顺服上帝，共安尼，咱才有法度活出丰盛基督徒的生命。各位兄弟，咱久长以来，敢毋是一直咧跋倒嘛？咱久长以来，敢毋是一直咧失败嘛？现主时，就是爱咱学习放手的时间。咱只要静静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安息，咱会当专心来倚靠着伊，静静来领受对主上帝遐来伫咱生命所需要一切，安尼就会当。伫你的生命当中，只要你明白上帝是你生命源头，你时时需要甲主耶稣基督亲密结连做伙。伫你的生命当中，你需要有圣神伫你的心上咧做工，你的生命就会安尼完全来改变。因为安尼，你就当真正享受上帝所应允、所要享受咱每一个人上好的生命，就是丰盛佮富足性的生命。哪一种的生命上好？就是将伊的生命来交托上帝，静静来看全能的上帝要伫心上所成的事。各位兄弟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你会当照着你原本目前所过的生活，安尼来过。或者是将你的生命完完全全交托给上帝，你就要条件来发觉，上帝要伫你心上所成的事，这是你上好的选择，也是你一生当中上正确、上重要一个选择。请咱大家来祈祷。听我的天父上帝，我愿意将我的一生、甲我的生命，拢交托伫主上帝的手中。恳求主上帝你挂宽能的圣手，
会当引带带领阮行头前的路站。开主上帝你的圣神，伫阮的心上做工，互阮通活出丰盛基督徒的生命。嘛还袂还侪还袂认捌主上帝你的朋友，当伊看到阮生命改变的时，因嘛愿意来认捌主你，来亲近主你。主啊，我嘛相信你是要将无可能来成做可能的上帝。我们将阮的生命搁一遍交托主，我们条件来发觉，入伫阮心中所行的事。我们恳求祈祷，拢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阿门。